頭起先，咱要做伙來看的，就是這大甲媽廖敬進鄉的9天8暝行程，今仔日已經是第3天啊。昨昏是佇咧雲林要駛咧復興宮來這個駐駕，今嘛是繼續落來拍算，今仔日就會去到嘉義新港的奉天宮。這現場呢是安尼熱鬧滾滾，信眾也來傳真濟好料的款待，也讓咱台記台也帶大家去到現場。今嘛就來看這記者鄭家豪佇咧第一線的觀察。是主播，目前記者呢，人佇咧大甲媽祖繞境進香的隊伍內面，今仔是大甲媽祖繞境進香的第3天。今仔終點站呢是要到嘉義新港奉天宮，也明仔載就是咱這個信徒俗稱的這個拜祖的部分咯，也就是祝壽大典。所以呢，咱會當講是吼，全台灣真儕香客會趕在今仔暗時來趕到嘉義新港這個所在，為着明仔載這個祝壽大典。也在今仔日沿路呢，有真儕只香客準備這好食的物件，和大家分享。先帶咱的觀眾朋友來品嘗一下。你在這破椰子破幾年啊？應該20檔以上無伊啊。20檔哦。因為你今年傳偌濟椰子要來破？4000外迄桶啊啦。4000外斤哦。係啊係啊。今年是第11年啊，出來阮做8站。差不多做5萬粒5萬至6粒6萬的饅頭來分享愛。除了安尼，阮閣有對着媽祖愛的腳步，就是破當我會去每個縣市學校、幼兒園去做公益，然後教學生命教育的分享。啊，這是阮的有省錢的，阮半當咧困佇遮哦。目前在記者身軀邊後壁這座橋叫做輪仔橋吼，過咧這個輪仔橋就到嘉義新港。有人講是伊的新港，也有人講是伊的新港。大甲媽祖繞境進香呢，在今仔暗時就要到這嘉義新港奉天宮，明仔載就是大家所期待的這個祝壽大典咯。祝壽大典過後的當天呢，就是在這個當天的暗時就準備出發回鑾，也往到西螺這個方向，也駐駕就在這復興宮的部分吼。4月2日時陣要登到大甲鎮瀾宮，那提醒咱的觀眾朋友，在這大甲媽祖進香過程當中呢，這天氣真炎熱，日早暗溫差有較大，這時的時陣差不多在30度左右，也暗時的時陣可能較涼涼，降到21度左右。啊，提醒咱觀眾朋友來進香的時陣，一定要注意你的身體健康。咱就來鏡頭交轉給咱的主播。